拱手彈開左腳，升高左手，鬆膝而前左拍，反掌喺40度，身褪後，沉踭拖個脷，其實腰胯帶㗎，結埋兩隻手，落一步移前，腰胯身壓落去擠，翻去兩手，身褪後嘅腰胯先，反掌沉踭拖個膊，落一步分升翻腰胯上嚟，睇到嘛？我手係完全好動嘅啫，我平衡手扣左腳，重心搬過嚟右腳啦，沉右踭，轉腰打開隻右手，扣左腳啦，後邊嘅下邊啦，喺扣左腳，腰腳拱手，就咁啦，彈開隻右腳，升高右手，鬆膝而前，右拍，反掌喺40度，身褪後，沉踭拖個脷，連埋兩隻手，落一步移前，微微向下擠，翻去兩手，身褪後咗先，反掌長踭先拖得嚟嘅。好，落一步移前一個身先，長踭伸翻出去按。